看我身边这个文章江湖的夏天，这样有缘在这里遇到他 ，MCO 啊，100多天了，没有看到他。坐牢。坐牢啊！给政府关注坐牢。是啊。現在大家放監啦，放監。放監啊！今日係國慶啊，出嚟蒲下。慶祝下。咩？你細細個咩話？細細個都冇着褲啊？唔係啊，我係講啊，我細細個嘅時候咧，我聽秋紅嘅歌聽到大㗎。係啊。當時我響借啲我唱客家歌，人哋以為啦，唱埋啲怪歌都冇人聽得明嘅，大家都知道響借邊係福建寶地啦。係啊係啊，福建人嘅嘴。啊，福建人啊，福建寶地嚟嘅。係啊。咁點解我係借邊嚟嘅喎？點解我會唱啲客家歌？我唱邊個嘅歌咧？就係修哥嘅歌。哎呀，多謝你啊，多謝你啊，多謝你。我係唱咩歌俾人哋印象深刻咧？啊，擺個。響借邊，人哋一睇到我，人哋就會點？波巴。啊，波巴，路巴，OK， 人哋一睇到我，夏天路巴。仲有咧，阿婆咩鹹菜啦，水妹啦，延邊嘅豉鹽啦，沙爹果啦，放吉亞啲啦，好多。要影就係講嘛。要。OK，年年共藝呀來見，歡笑亦見人快樂個1000萬千。哇，有首歌吹牛呀！我們少林這個公司這個歌台啊，去年呢跟我唱了7、8台，今年我本來想排到12台的，或者13台啦，沒有啊 ，MCO 的不能唱，他很喜歡搖杯的，今晚今天在這裡搖一下看看。哎，試試看嘛，掌聲鼓勵來，妹，掌聲鼓勵來。啊，小聲點啊，小心點，都丟乾坤。喂，掌聲鼓勵，掌聲鼓勵。2、3。你叫什麼名啊？我叫夏天。我叫偉哥。你是偉哥？哎，你認不認識 ？Hello。我有考試嘞。哎，你認識那個林太太啊？誰？林太太那個星光大。你今天沒有我走開啊？你沒有，我們沒有講這個名字嘛，我就講阿少我做的歌嘛，講他阿里啦。阿里。我會唱。是啊。老婆已很想殺到家裏，有名有四條魚。讓我一些。讓你啊。還有講家阿里，好心氣。老我好氣啦，首先你找時了好氣。還有，發這個時常是發的，開太陽照大嘅，是開眼發的，放到兩眼小節的來現時。嘿，醫療啊！還有，大最中意。先見有蝴蝶可唔可以反白？哦，先見有蝴蝶風啊，真有嘅。先見有蝴蝶可唔可以反白？家家酒香啊，都要説。人生富貴命重要。發財發親啊，搏票票，吃咗要吃大啦，怕笑。下手吃多啲重要，同齊淡身看水了。好歌戲出彩。熱愛跳，看到熱氣的卡拉 OK 來嘅，看翻看我一扎都要人愛在同社咩？要這歡樂，必然必歸自然。有十千年，闊條懶白頭嘢，前後跳，先生。馬國喂，30幾年了喎，喺度馬做咗試晒啦嘛。係啊，誒，杜馬國，我中意杜馬，好多中意的都聽下話。拜六年不得咁人類，睇馬祖，誒兩度搶煙茶，分析水脈，誒都聽下話。Hello，Will。
大家有冇七七八八啊？你話好亂水啊！兄弟，心里有苦，你对我说，是没有心情不在我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。如果追过，至少你还有我。今天的宜兰是为我们学校邀请一路来你帮助我，明年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东山再起少林之作，来我们再来啊！我们明年再见。明年再见啦！好了，青山在。